各位觀眾大家好，呢度係焦點新聞台，今日為大家帶嚟一條深度剖析，主題聚焦兩個核心：伊朗同美國達成為期2星期嘅暫時停火。另外就係全球最關鍵嘅能源水道之一霍爾木茲海峽有限度重開。呢場戲唔止係軍事層面，仲關乎能源安全、全球航運、金融市場，以至多國內政同區域秩序重塑。呢條片我哋會用幾個層次幫大家理一理協議實際內容、談判路線圖、軍事風險、能源與航運影響、政治信號同未來2星期關鍵觀察清單。最後會俾出我哋嘅情景推演同風險指標，請大家留意。到片尾我會總結幾條你要記得嘅關鍵句，幫你喺資訊激流之中穩住大局。第一部分究竟停火講咗啲乜？2026年4月9日，美伊雙方同意喺戰場狀態之下拉一條暫時剎車線，為期2星期。呢個2星期安排唔長，但意義重大，因為佢為即將到嚟嘅面對面談判創造咗喘息空間。停火框架之下，另一個關鍵點係霍爾木茲海峽有限度重開，所有通行船隻需要同伊朗軍方協調。伊朗港口與海事組織已經劃定咗安全通行航線。換句話講，通道唔係完全自由，係帶監管、設航道、強通報嘅有限運行。呢種設計一方面俾足面子俾伊朗主權主導，另一方面亦為國際航運嘗試打通基本動脈。值得留意，美方代表副總統曼斯直接講明停火基礎脆弱。點解用脆弱？因為雙方喺戰場、情報、海上接觸點同代理網絡上仍然高度活躍，同時2星期嘅窗口期太短，要由炮聲轉去文字，由前線轉去談判室，中間牽涉好多層面去降溫、定義、校準。咁講唔係唱衰，而係提醒呢個停火更似把手剎車微微拉起，唔係熄火落車。第二部分談判坐標同人事盤面。4月11日首輪面對面會談會喺巴基斯坦伊斯蘭堡舉行。呢個地點選擇某程度上體現出第三方友好場域嘅策略，足夠接近議題核心，但亦保留安全同彈性。美方由副總統曼斯率隊，伊方由議長卡里巴夫同外長阿拉格齊領銜。呢個組合耐人尋味。美方由副總統出面，理應代表行政部門高度授權；伊方同時帶出議長同外長，顯示內外線並進。國會話語權加上外交專業路徑，方便內部過橋同外部落筆。如果你問呢個配置係咪有利，我會話係可談、可回旋、可過門檻嘅組合，但亦意味住每一步都要兼顧內部派系感受。第三部分信號雜音與博弈話術，多方表態之中，最值得拆解嘅有幾條。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呼籲各方遵守停火，呢個信號係場地主人話，重點在於穩住會場，拉住節奏，避免會前節外生枝。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表示，曼斯可能冇出席。呢句話表面係行程未定，深層係美國內部權力結構與談判授權嘅動態博弈。當總統拋出可能冇出席呢個不確定性，對外就造成戰術迷霧，對手要預備2套劇本，對內就係壓力測試，要求團隊喺多重情景都要可操作。呢個講法會令會前風險溫度上升，亦迫使伊方計算誰來帶乜可簽幾多。美國防長赫格塞斯話伊朗工廠已被夷為平地。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凱恩又講，聯軍隨時準備恢復作戰。呢啲係典型硬信號，告訴對手美方保持壓力，槓桿仍然喺度，唔好誤判。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表明，若美方展現誠意，持久穩定完全可能。呢句就係留門口唔封死，長期和局可能，但將主導權要求綁喺誠意呢個判準上。伊朗議長卡里巴夫話，10項條款之中已經有3項被違反。雖然冇逐條公開內容，但由10變3呢個比例睇，伊方係話俾大家知停火係有條件架構，而且紅線提示已經亮起。對談判嚟講，呢個係打前站壓力戰術。先講難度，提升換取籌碼嘅空間。第4部分，霍爾木茲海峽有限度重開嘅技術與政治含義。霍爾木茲海峽係全球能源海運嘅咽喉，有限度重開有幾層影響。航道管制與通報義務，船隻要同伊朗軍方協調，行指定安全通行航線。實務上即係航線預報、時間窗管理、通訊頻道統一，同時可能配套臨時識別、標識、艦船陪護節點或者海上檢查點。呢類措施可以降低誤判，但亦會增加時延同成本。保險與風險定價，當海域由單一方設定管制，承保機構會睇風險是否可驗證同可執行。若船東能夠提供清晰航線記錄、協調回執同通訊日誌，保費壓力可望回落。反之，若通報鏈出現斷點或者臨時更改，保費會重新抽高。
供應鏈節奏有限通行等同節流，可以逐步舒緩港口積壓，但短期內項期表仍會亂。連廠排程可能需要調整入油窗口，貿易商要改期現貨交割，儲運企業要喺靠岸與海上浮倉之間做彈性切換。備完政治信號，伊朗將主權監管同國際通行結合，向外講緊兩句話：第一，能管控；第二，願開放但要規則。對周邊國家同盟友嚟講，呢個係一次測試，能否接受由當地主導嘅安全框架，抑或仍然堅持多邊護航模式。第五部分，軍事態勢與誤判風險。停火唔等於放鬆，戰場上最驚係灰色地帶事件，未授權開火、雷達誤讀、電子干擾造成目標誤識別、海上逼近赤道拿捏失誤、代理武裝嘅單點集擾等等。當前雙方高層都釋出準備恢復作戰嘅語言係標準震懾，但喺戰術單位就要靠冷靜與規範，要降風險。關鍵有三樣：熱線與去衝突機制，包括海上臨時聯絡中心、航管協調節點、事件快速仲裁小組。呢啲唔係口號，係要喺48至72小時內建好跑通測試規則文件，用盡量白話可操作嘅文件規定安全距離、通訊語言包、遇險應對程序，件件寫清楚，避免臨場爭拗。代理網絡管理。停火範圍涵蓋邊界，要講清，例如海上無人系統遠程火力試射、網絡攻防行為算唔算違規？伊朗議長提到10項條款，推測當中必然含有對代理與非正規力量嘅約束點，但由於已經講咗3項被違反，顯示落地難度唔細。第6部分，內政角力同外部觀感。美方層面，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拋出曼斯可能冇出席，等於俾外界睇到白宮對節奏掌控嘅彈性與壓力平衡。一方面保持談判門開住，另一方面保留升級與否嘅主動權。國防部與軍方最高層口徑偏硬，係典型棍子。曼斯口徑講脆弱係提醒風險，如果最終曼斯照樣赴會，等於先示強後示冷淡。如果最終改派其他層級，伊朗會被逼評估授權是否足夠。對國際投資者嚟講，呢種不確定係風險溢價來源，但亦可能成為談判前換取讓步嘅工具。伊朗方面，議長加外長同時出面，體現出制度內嘅重心與橫向協調。外長負責對外説理、鋪台階，議長負責定調紅線，管理內部輿論同派系觀感。伊朗外長講，若美方展現誠意，持久穩定完全可能。呢句話其實指向兩個關鍵：制裁與安全。越喺制裁環境中能見到可驗證、可持續嘅鬆動，再配合海上安全機制穩定落地，伊方較易向內部交代，否則強硬派會講見武到實位。第7部分，能源市場與航運業嘅即時反應框架。能源價格有條件重開會先壓住恐慌，但市場會用看得到嘅船、看得到嘅航線去重新定價。短線波動未必即時消失，因為交易員要等首批按規定通過航道嘅郵輪安全靠岸，先至會下調風險溢價。航運成本、保險、燃油、改道、靠港延誤，全部都係錢。有限重開會令改道壓力減輕，但新嘅通報與等待機制亦會帶嚟時間成本。巴倫公司會重新排班，貨代會同客戶改合約條款，風險分攤機制要重新談。下游客戶、煉廠、電力公司、化工企業會用多手期貨對沖、現貨分散方案過渡。採購部門要同財務風控同時上線，對沖比率、交割窗口、品質替代都要重新平衡。金融市場，央行同決策者會觀察2星期停火能否延長，因為通脹預期同實體經濟成本會直接受影響。若供應鏈緩解，壓力可望下降；若海上再出現插曲，通脹預期會彈翻上去。第8部分，2星期之內要睇邊幾樣嘢。其一，伊斯蘭堡會否如期舉行？由邊位出席？若曼斯親自赴會，代表授權保留喺高層；若出席層級下調，議題範圍多半會收窄。其二，會後文件用字，留意原則性共識，技術團隊繼續會談，設立熱線、聯絡機制等字眼。如果見到路線圖、時間表呢啲詞，意味進度更實。其三，航道執行細節，包括協調窗口係咪24小時運作，是否指定港口或外貿地集結，臨時識別規則有冇清楚，緊急備讓標準點樣寫。
其四，事件回應速度，若出現近距離接觸、無人系統失控、單點襲擾，雙方喺幾多小時入面出通報，幾多小時入面復航，會決定市場信心。其五，善意步驟，釋放被扣留船員，醫療人道轉運，技術團隊互設聯絡官，暫緩部分制裁，執行或技術性豁免，都係可觀察嘅小而確定動作。其六，輿論溫度，領導人口徑是否收斂，軍事通訊是否減少，硬碰硬字眼會影響地面部隊手感同代理網絡活躍度。第九部分，場景推演三條路徑，基準情景機率最高，2星期停火大致維持，零星插曲可控，霍爾木茲在限定航線下持續通行，保費溫和回落。伊斯蘭堡會後發表原則性聲明，技術小組續談，風險在於任何非授權事件觸發快速升級。樂觀情景，會場達成初步框架，包括海上安全熱線常設化、代理行為降溫、部分人道與技術性制裁豁免同步落地，停火獲延長，市場風險日價大幅回落，航運節奏逐步收復。悲觀情景，會前或會後短時間內發生嚴重海上或邊境衝突，雙方以違反10項條款等為由互相指控。霍爾木茲通行再度收緊甚至暫停，軍事行動恢復，市場震盪加劇，政策重回強硬路徑。第10部分，點樣理解脆弱但必要嘅停火？停火脆弱，因為信任低，戰術單位密集接觸，代理網絡難完全收手，外圍噪音多，但亦都必要，因為海上能源動脈長期阻斷，代價極高，對各方都唔可承受。有限度重開係現實主義選擇，先求可運行嘅最低限度安全，再圖擴充，先用技術治理攤薄風險，再用政治安排塑造秩序。成敗喺乎3點。規則能否被執行，違規能否被快速糾偏，善意能否被具體化。伊朗提出10項條款，而家已有3項被違反嘅講法。雖然加大咗壓力，但亦提醒咗大家，任何文本冇落地等於零，所有承諾若無驗證等於白講。臨收尾之前，俾大家幾條關鍵句，方便記。2星期停火唔長，但係談判必須嘅緩衝槍。霍爾木茲有限重開係通道管制雙軌運行。伊斯蘭堡談判關鍵唔止在出席名單，更係會後機制化3件事：熱線、規則、驗證。脆弱來源於誤判與代理，穩定來源於技術治理與善意步驟。市場會用看得到嘅船同文件做定價，以行動而唔係口號為準。多謝大家收睇到呢度。嚟緊幾日，特別係4月11日之後，焦點新聞台會持續追蹤伊斯蘭堡會面帶嚟嘅變化，亦會密切觀察霍爾木茲海域實際通行情況、保費走勢同規則落地。記得訂閱同分享，等更多朋友都可以喺關鍵時刻睇清局勢，穩住節奏。呢度係焦點新聞台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